在全世界庆祝10月11日女童日之际，中国政权正在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中同化超过50万维吾尔儿童。联合国于2012年通过一项决议，将10月11日定为国际女童日，以提高对女童因性别而面临的不平等现象的认识。在被世界遗忘的东突厥斯坦，维吾尔儿童被强行关押，与家人分离。有报告指出，东突厥斯坦已有50万儿童被关押作为寄宿幼儿园。还有报道称，中共政权不仅将维吾尔儿童与父母分开，甚至将他们转移到中国身份进行喊话。英国网络情报机构负责人周二指责中国试图改写国际安全规则，称北京正在利用其经济和技术影响力在国内进行镇压，在国外脱脚控制。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基里米·费莱明罕见地向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智库发表公开演讲，称北京的共产党当局希望通过影响并改变世界技术生态系统来获得战略优势。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选择了核武器或大规模杀伤武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传播主任约翰·赫比说，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威胁使用核武器在西方引起反响之际，美国总统乔·拜登将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的声明描述为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并表示普京不是在开玩笑。据报道，即将访问哈萨克斯坦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托卡伊夫共同主持土哈高层战略合作委员会第4次会议，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第6届亚洲合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据悉，在过去的9个月里，已有1631名俄罗斯人在吉尔吉斯斯坦申请了吉尔吉斯斯坦公民身份。数字发展部人口普查司司长努尔苏丹·阿尔德别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已有19258名俄罗斯公民来到吉尔吉斯斯坦。